一程車嘅時間，聽完一本書。我係阿懶，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幫你先拆解再精煉每一本書。今集開頭我要講一件唔太好聽嘅事，你人生一定會捱苦，唔係可能，係一定。想升職你要捱，想寫本書你要捱，想維持一段關係你一樣要捱。而呢本書唯一嘅好消息係，你揀得到為咩事去捱。我哋生活喺一個選擇多到誇張嘅年代，做邊行同邊個一齊睇邊個新聞，全部有幾十個選項。咁點解仲有咁多人覺得空虛？作者話，因為我哋想樣樣都要，精神散喺幾十件事上面，最後就係耗盡自己。呢本書叫《管他的》，英文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， 作者係馬克曼森 Mark Manson。佢唔係叫你咩都唔理，佢係叫你揀清楚要理嘅係咩，其餘嘅就放手。講之前記住一個畫面，你手上有幾張賬單，每一樣你想要嘅嘢都有一張單，時間、精力、面子，有時仲要加埋一啲痛苦。你唔係揀有單定係冇單，你唯一嘅選擇係付邊一張。而好多人唔開心，原因唔係佢付得太多，係佢一直喺度付緊一啲嘢，而嗰啲嘢佢根本唔想要。第一章，每一樣你想要嘅嘢都有一張單，你唔係揀有冇單，你係揀付邊張。第一章由一條問題開始，你真正想要嘅係咩？作者話呢條問題好難答，因為大部分人嘅答案都太籠統。我想幸福，我想有個好家庭，我想做份自己喜歡嘅工。呢啲答案唔係錯，但係佢哋推唔動你，因為佢哋冇講你肯為咩付價。舉個例，好多人話想做總裁，做總裁聽落好威，有權有話事權，有人聽你講。但總裁嘅日子唔係咁，開會開足一日，做完決定要負責，有時仲要親手炒人。如果你想要嘅只係總裁呢個位，你捱唔到呢啲，因為你想要嘅係個結果，唔係嗰份日常。作者用自己做例，佢發現自己好喜歡寫關於約會嘅文章，一開始好難，冇人睇，冇錢，要日日寫，但因為佢真係喜歡呢件事，所以佢捱得住。到最後個部落格有幾十萬訂閱，收入足夠俾佢全職做。佢想講嘅唔係跟隨你嘅熱情呢句口號，佢想講嘅係，因為你一定要捱，所以要揀一種你捱得落去嘅辛苦。同一時間，對所有令你唔開心嘅辛苦，要果斷講唔。恭喜你，你已經喺度捱緊。分別只係有人捱嘅係自己揀嘅嗰張單，有人係人哋派落嚟嗰張。第二章，同一張單可以用唔同貨幣結，你揀嘅貨幣決定你幾時覺得夠。講兩個音樂人，兩個都俾人踢出樂隊，兩個都睇住舊隊友紅遍全世界，但係結局完全唔同。第一個叫戴夫穆斯泰恩，1983年佢俾自己嗰隊樂隊踢走，而嗰隊後來紅到全世界。佢好憤怒，決心要證明舊隊友睇錯咗佢。之後2年，佢日日練，四處問人一齊夾，組咗一隊更加勁嘅樂隊。佢真係做到，新樂隊賣出超過2500萬張唱片，全世界都紅。但佢一世都唔滿足，因為佢用嘅標準唔係我做到幾多，係我有冇贏過嗰隊踢走我嘅樂隊。而嗰隊樂隊係當時全世界最紅嘅金屬樂隊之一，所以佢注定輸。第二個叫皮特貝斯特，1962年佢俾披頭四踢走，即係史上最紅嘅樂隊。佢一度陷入好深嘅低落，但之後佢改咗一樣嘢，佢改咗自己用嘅標準。佢發現自己真正想要嘅係一個充滿愛嘅家庭同安穩嘅生活。音樂照彈，但唔再用音樂成敗定義自己。之後佢過得幸福，重新享受夾音樂，就算合作嘅樂隊冇乜名氣。所以作者話，講幸福，價值觀比成就重要。
壞價值觀好常見，第一種係享樂，書講得好直接，享樂係吸毒者、婚外情者同暴食者嘅核心價值。第二種係用物質成就衡量人生，有研究話，基本需求滿足之後，額外財富唔會令人更幸福。呢個結論近年有研究反駁過，所以唔好當定論。但可以肯定，為咗財富而犧牲家人、誠實同正直，就一定換唔到幸福。咁咩叫好價值觀？作者俾咗3個標準，基於現實、有益社會，而且即時可控。例如誠實，講唔講真話由你決定，講嘅嘢基於現實，而且對人有幫助。創造力、慷慨、謙遜都合格。兩個人同一件事俾人踢走，一個一世都喺度還一張單，而嗰張單佢永遠冇得贏，另一個換咗張單。第3章，張單一定會寄嚟，分別只喺上面寫嘅係你個名定係環境2個字。每年有成千上萬業餘跑手去跑馬拉松，好多係為慈善籌款，好多人都跑得好辛苦，但係大部分跑完之後都覺得自豪。而家想象另一個版本，唔係你自己報名，而係有人逼你去跑。就算你跑得一樣快，你都好可能由頭到尾都憎呢件事。作者想講嘅係，同一件事自願做同俾人逼係2種人生，而好多人對自己嘅人生係當成俾人逼嘅。見工失敗，俾人拒絕，趕唔上架車，我哋都覺得自己係環境嘅受害者。書入面有個好極端嘅例子，威廉詹姆斯，佢喺19世紀美國一個富裕家庭出世，但係身體差，經常嘔同背痛。佢想做畫家，一直做唔出成績，同父親嘅期望都有落差。之後佢轉去讀醫，佢讀完拎到醫學位，但一世都冇做過醫生。嗰段時間佢身心都好差，冇工作，冇支持，佢甚至想過自殺。後來佢讀到一個想法，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嘅人生負100%責任。佢發現自己嘅痛苦來自佢一直當自己係受害者，病、批評、運氣全部歸咎於控制唔到嘅嘢。佢改為自己嘅人生同行為負責，由零開始。多年之後，佢成為美國心理學嘅先驅。呢個做法唔止用喺大事，俾人分手，你可以話對方無情，但更有用嘅做法係問自己喺呢段關係入面留咗啲咩？你人生嗰張單寫住邊個名？你唔簽佢都會寄嚟，分別只係簽咗名嘅人揀得到付咩？第4章，有啲信封你一直冇開，因為開咗就要認自己係咩人。想象你係一間大公司嘅資深經理，你喜歡份工同份薪水，有架好車，同事又尊重你，最重要嘅係資深經理已經係你嘅一部分。而家有個機會可以直上事業高峰，但風險極大，搞唔成你會失去份工、架車、人哋嘅尊重同埋你嘅身份。你會唔會搏？作者話絕大部分人都唔會。佢將呢個現象叫做慢心回避法則。人會逃避一切嘢，只要嗰樣嘢威脅到自己嘅身份認同。好多業餘作家同畫家一世都唔肯公開自己嘅作品，佢哋唔係怕作品差，係怕一公開之後，我可能係個好作家呢個身份會冇咗，所以佢哋索性咩都唔做，因為唔試個身份就永遠保得住。作者喺呢一章借咗佛教嘅講法，身份認同係一種建構，富有、貧窮、快樂、失敗都係我哋自己貼上去嘅標籤。既然係貼上去，咁就撕得落。撕走一個標籤通常好舒服。例如你一直覺得自己係一個事業心好強嘅人，咁你就永遠要將工作排第一。一旦放低咗呢個標籤，你就做得返任何令你開心嘅嘢，無論係陪仔女定係砌模型飛機。同一個道理適用於承認自己錯。書入面有個例，
作者一個朋友訂婚，新郎幾乎人人都話好，但未婚妻嘅哥哥死都唔信，一路批評。大部分人都知道哥哥錯，包括佢妹妹，但無論人哋點講，佢都唔肯考慮自己有可能錯。作者話，錯誤嘅信念下面通常擺住一份不安全感。哥哥可能係妒忌妹妹有人愛，又可能係唔想妹妹嘅注意力轉去另一個人。你身上有一個貼咗好久嘅標籤，試過下係痛嘅，但你付嘅係一次痛，唔係一世糟。第5章，兩個人一齊唔係合埋一張單，係各自簽自己嗰張，然後坐埋一起。羅密歐與朱麗葉可能係世界上最出名嘅愛情故事，但佢唔係一個幸福嘅故事，入面有謀殺，有流放，有世仇，最後兩個人一齊自殺。作者用呢個故事講浪漫愛情嘅破壞力。研究顯示，熱戀對腦嘅刺激同獎賞系統有關。你會經歷一段好強嘅興奮期，然後好快跌落嚟。跌落嚟之後，人會再去追嗰種興奮，而對象未必係同一個人。作者話，浪漫愛情嘅危險喺莎士比亞嗰個年代已經有人講。有一個歷史事實好少人留意，直到19世紀，大部分關係同婚姻嘅基礎都唔係熱戀，而係雙方各自嘅條件同能力。而家嘅情況相反，浪漫愛情變成理想狀態。呢個轉變本身就製造咗好多心碎。咁係唔係要放棄戀愛？唔係。作者嘅分法好簡單，睇兩個人係咪用段關係嚟逃避自己。不健康嘅愛係兩邊都對自己嘅生活唔滿，所以用對方嚟分散注意力。但個人問題係遮唔到一世嘅，所以呢種熱情最後一定變質。健康嘅愛係兩邊都全心投入，又各自為自己負責，唔係只顧自己嘅感受，而係互相支持。但支持要係雙方都想要嘅。如果一方越界，想幫對方解決所有問題，甚至想控制對方，咁就唔健康。一段健康嘅關係，兩個人各自有張單，自己簽自己嗰張。唔健康嘅係一個人搶咗對方張單，然後怪對方唔感激。第6章，最後一張單，冇人走得掉，所以問題唔係佢幾時到，係之前你付過啲咩。最後一章講一件我哋唔想講嘅事，你一定會死。作者引咗一本好有影響力嘅書，歐內斯特貝克爾嘅《死亡的否定》。貝克爾係人類學博士。學術路走得唔順，而且早逝。呢本書1973年出版，1974年拎咗普立茲獎，同年佢去世。書入面有2個主要觀點：第一，人類怕死，同其他動物唔同，人可以想象唔存在嘅情況。我哋想象得到，如果當年讀另一科，做另一份工，人生會係點？但係同一種能力都有另一面，我哋想象得到自己唔喺呢個世界之後，個世界會係點？第2個觀點由此而來，因為知道自己會死，人會嘗試建立一個概念上嘅自己，喺自己死後繼續存在。換句講，我哋一世都喺度追求一種象徵性嘅不朽，追求名，追求利，追求留低一個印記。呢種渴望有代價，人人都想按自己嘅意願塑造世界。結果就係衝突、破壞同苦難，對個人嚟講都係負擔。想留低印記嘅衝動帶嚟壓力同焦慮。作者嘅解法好簡單，停止追求不朽，轉去專注當下，喺你所在嘅地方做你真正在乎嘅事。而總結一句，呢本書嘅實用建議只有一句：學會講唔。怕錯失會令人壓力大。但事實係，無論你點揀，你都一定會錯失一啲嘢。書入面舉咗一個例，有個大型基金公司嘅總裁睇完女兒列出佢缺席嘅事之後，辭咗份高薪工。你一生會付幾百萬張單，但係真正重要嗰幾張，你數得出？總結呢本書講嘅唔係唔理，係揀啲乜嚟理。
萬生嘅起點好殘忍，痛苦係人生嘅固定成本，你避唔到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唔係點樣冇痛苦，而係你願意為咩事付呢筆錢。佢真正嘅貢獻係將價值觀呢個好虛嘅詞變成3個驗得到嘅標準，基於現實、有益社會、即時可控。用呢3條去篩，你就篩得走享樂同攀比呢類注定令你唔夠嘅標準。一個賣咗2500萬張唱片嘅人，可以一世覺得自己輸，就係因為佢用嘅標準永遠喺人哋手上。而佢最反直覺嗰句係：你要為自己嘅人生負100%責任，唔係因為所有事都係你嘅錯，而係因為只有你負責，你才有得改。至於佢冇講清楚嘅係，在乎少啲同咩都唔理其實好近，行錯一步就變逃避。所以佢要用最後一章講死亡嚟壓住呢個危險，知道有一日一定要結賬，你今日才會認真揀付邊張單。懶後感，我為一句唔重要嘅認同付咗2年。我以前有份工，做嘢好賣力，唔係因為我喜歡嗰份工，係因為有一次有個上級喺會議上面講呢個交俾佢就穩陣。由嗰日開始，我就想再聽到嗰句，我開始搶多啲嘢做，搶到唔屬於我嘅範圍都做。我唔敢講唔得，因為講唔得就唔穩陣。2年之後，我發現一件事，嗰個上級已經唔記得講過呢句話，而我為咗呢句話推咗一個進修機會，又錯過咗2次去旅行。睇完呢本書，我最唔舒服嘅唔係我在乎錯咗嘢，係我發現嗰2年嘅代價係我自己付嘅，冇人逼過我。呢本書唔係教我咩都唔理，作者自己都話唔理唔等於冷血。佢教嘅係每次你想要一樣嘢，先問一句：呢樣嘢張單幾錢？我願唔願意付？上個月有人問我接唔接一件唔關我事嘅工作，我答唔得。我唔係學識咗唔在乎，我係學識咗問價。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一蘭，下次見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